天主教神學小問答230，小德蘭福傳之友曾慶道神父問：我沒有過哲學、神學，對各種關於天主存在的深奧論證不懂，我怎麼知道天主存在？答：很多沒有過哲學、神學，甚至不識字的人，可能是我們的老爸老媽，都相信天主是存在的。要知道天主存在，只需要到路邊停下來看看小花、小草，欣賞一下小螞蟻、小蜘蛛、小蜜蜂、小甲蟲、小蝴蝶，到樹林聽聽百鳥爭鳴的音樂會，真是千奇萬妙，太不可思議。我們不是一定需要大神學家、大哲學家來告訴我們天主的存在的。風吹草會動，相反，草動因有風。天主的化工處處出現在我們眼前，告訴我們背後的天主是多麼偉大、多麼美麗、多麼有智慧。那天主為什麼只在背後？在世上時，如果我們面對面見到天主，我們會被天主的光輝、偉大、美麗嚇死。我們可以閉上眼睛，想象一下天上的馬戲團，億萬個龐大光耀、飛快轉動的星球都是天主所造所指揮的。所以舊約裡面有這樣說：人在世上見到天主的話會死掉，有如人用肉眼直直的凝視太陽，眼睛會因太陽光瞎掉。所以我們就只能夠通過太陽光在萬物中的反射來認識背後的太陽了。